今日挑戰用50蚊食完佛山50公里徒步三水線沿線嘅寶藏美食。今年佛山50公里徒步三水線嘅起點就設置喺河口百年車站。徒步起點嘅附近呢，好多嘅街坊朋友都會過嚟買全日最新鮮嘅蔬菜。附近呢都有好多嘅早餐檔噶，我就揀咗其中一間。今次呢嗌咗2份嘢，一碗皮蛋瘦肉粥，一份8蚊雞嘅牛肉腸，剩翻38蚊。食完早餐之後，大家仲可以過嚟百年車站起點隔籬嘅咖啡店掟翻杯咖啡酒喎。呢度一杯嘢22蚊，依家係剩翻16蚊。嗱，相信大家行咗咁上下咧，腳仔都會有啲攰啊，仲有少少肚餓添。帶大家去一間網紅店啊，平時都會有好多大灣區嘅博主啦，係專程過嚟打卡噶。佢就藏住喺啲居民樓入邊嘅。我要個鴨腳，一串鴨心。跟住要個鴨翼打包，都係8蚊半啫喎。沿途咧都仲有好多可以食嘢嘅地方嘅，譬如喺1簽有好特食品嘅攤位，喺2簽有勁濃嘅攤位。同時咧，大家如果係有邊啲寶藏小店啊，都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哋知喎。